Hello，大家好，亂噏25，今日想講呢個河馬身世之謎。咁呢就係講我途中嗰隻河馬公仔。咁呢，喺中國內地呢，陽江市呢就有個陽西縣，嗰度呢仲係比較落後嘅地方嚟嘅。咁就都係耕種為主啦。喺1980年6月呢，咁有個肥妹呢就出世喎。佢屋企好窮，好窮噶。咁佢讀到初中就輟學啦。16歲開始呢，就投身呢個性工作者嘅行列，做咗2-3年。大膽嘅佢呢，直頭就拍一啲愛情動作片，仲唔小心懷孕，跟住佢梗係冇生出嚟啦，養自己都養唔掂。咁嗰次打擊之後呢，佢就發現呢，長此咁落去呢，都係冇將來嘅。之後經親戚朋友介紹，就嫁咗畀同年出世嘅何志華先生。咁短暫嘅安穩日子之後呢，呢隻河馬好唔生性喎，染上咗毒癮。其實都係抱住一朝發達嘅心態啦，但係越賭越沉迷，越賭越大，冇錢都要借錢賭，仲試過醉賭畀人行政拘留15日，跟住借咗啲賭債又無法償還，然之後把心一橫，不如離開呢個窮鄉僻壤，去啲一線城市搏一搏啦。跟住佢就借咗佢個同鄉同名同姓嘅一個姊妹嘅身份，去到深圳。對於冇學歷又冇一技之長嘅河馬嚟講，咁只可以投身呢個服務性行業啦。但係佢都冇忘記初心，佢一心就係想脫貧，一心就係想做有錢人。咁最快嘅捷徑就係將自己嫁出去。香港有錢嘅老男人就成為咗佢勾搭嘅目標，又真係畀佢揾到一個喎，而且仲順利結埋婚，申請埋落嚟香港。於是佢又同返佢個同鄉同名同姓嘅姊妹講：我同一個香港男人結咗婚啦，我遲啲就會去香港定居噶啦。咁佢個姊妹都替佢感到高興，而且繼續幫佢隱瞞。佢嘅好姊妹繼續借個身份證畀佢用。佢個姊妹唯一一個條件就係希望河馬可以帶埋佢個仔去香港，因為喺香港生活點都好過喺鄉下。由於河馬係不育嘅，咁佢就一口應承咗啦，跟住就嫁咗落嚟香港啦，順利就住上咗公屋。住咗之後呢，佢發現呢個新任嘅老公冇乜錢喎，然之後就一腳踢開佢，仲霸住咗人哋層樓。之後就開始再揾下一個目標啦，直到2024年，畀佢揾到一個有450萬身家嘅阿伯。然之後佢就好殷勤，成日煲湯畀佢飲，同阿伯講：我做你契女又得，做你老婆仔都得㗎。咁嗰個單身嘅阿伯就係咁落咗搭啦，仲以為自己執到寶，之後咪同自己啲仔女鬧到家嘈屋閉，冇人鍾意佢，全部同佢割晒席咯。佢仲以為自己臨老揾到真愛，其實對方都係見錢開眼。佢啲身家一早畀個女攞住咗。河馬見到撈唔到好處，又出絕招啦，執包袱走人，一走了之，再揾下家。
今次走冇咁容易，你呃咗一個阿伯嘅真心，你諗住執幾件衫走就得㗎喇。我哋拭目以待，睇下之後個故事點發展啦。今日分享係咁多，Thank you。